亲子料理比赛过来，有16组的亲子家庭报名参加，因必须伫75分钟内用国产的豆油啦、石斑、药磨豆等等呢，料理出2出的纯国产的料理，透过镜头做来看卖。 16组家庭伫咧台中鱼市比赛，大家爱伫咧75分钟内烹出2项料理。课题是用国产的豆油、石斑鱼、过大豆、乌豆、磨豆做创意料理。像我们的石斑鱼料理跟我们的豆浆结合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高蛋白质的食物，而且不管是小朋友、老人家都很需要高蛋白质。这摆比赛对平常时真罕的煮食开口灶来讲，场面有较乱。各位专家评审透过风味、团队合作和创意度来泡分数。像我负责就洗碗，然后他们小朋友就帮忙准备食材，小朋友也有帮忙切菜这样子。一场做食比赛，若行销在地特产，毛是龙教育推广，各有零精味。